台美之间这关税呢，当是要搁咧敲切，咱的总谈判的这个代表杨定年，伊表示讲真有信心，而且咱关税的税率呢是真有可能会当调降。也毋过外界说来要讲，除了咱国呢有可能来投资4000亿的美金以外，也着替美国来训练这半导体的人才。针对这款讲法，这经济部长景明鑫强调讲，这毋是谈判的内容。 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台湾，一直咧争取税率调降补贴卡，原本做回国台股税率顶真侪项措施，各界关心谈判进度。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采邀请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、经济部长景明鑫等相关部会首长质询。经贸办强调，依照台湾模式，甲美方参详供应链的合作。对等谈判已经在技术性大抵定，现在做文件的交换，但是在 232谈判，我们目前是以台湾模式，以美方进行这个供应链的合作。经贸办报告指出，因为台湾经济高度靠外贸，其中真侪项产业牵涉至3G调查，咱爱斗阵参详台湾模式谈判，依照金流台湾的重点包含由企业自主规划国际布局，咱透过信用保证机制提供金融支持等两大重点。 12兆什么财政支出没有这个东西啊？因为我刚才提到台湾模式就是台湾的企业自主性的，它要贴近客户，有了订单，两边的政府帮忙把这个事情促成完成。进行传出台湾投资数字高达4000亿美金，经济部长也澄清数字还未定论，而且是甲台积电去美国的形式同款，毋是国家财政支出。不过台湾程度条件，是不是包含为美国备份劳工造成技术外流风险，也引起烦恼。 这是不是谈的条件之一？报告委员，我们没有答应美国说要帮他训练技术人员，没有谈这个，没有谈这个吧？但是从对外投资来讲，当然要用当地的劳工啊。相关部会首长也在会中承诺，那对最后关税税率有信心，而且有加悬的几率会降低。不过台湾投资金额细节，甲后续长远的影响，各界议员正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